只好無聊上網。誰瀏覽播放，誰知粉探訪，請勿太過健忘。如何不速之下，粗口滿腔，想你看有看。為求點擊曝光 ，YouTube 上網，如擁有再生網。你有你去拍，別阻我播片，未知在領教是誰。我有我去拍，未知邊套片，用經略當有趣。佢有佢去拍，未識剪接片，個個網友插死負評。人上網各有各拍，不需眼淺，比較要實據。而我不知道那位是誰，誰上網拍攝成樂趣。時時搞基搞笑，改歌仔唱，烹飪上課去。而我不知道誰人搭水，就當咖啡上網睡。若不覺好笑，不夠英帥，dislike更有趣。你咁攬去拍，若都可冠軍，定必係世界滅亡。我咁拖家拍，亦只當亞軍，什麼令我氣喪？佢咁貴去拍，亦只得個吉，佢咁播費也都唉。人上網各有各拍，只要有心，觀眾已開朗。而我不知道那位是誰，誰上網拍攝成樂趣。拿着 iPhone 搞笑，喐下都錯，粗言句句句。而我不知道誰人搭水，就當咖啡上網聚。若不覺好笑，不夠英帥，dislike更有趣。喂，Leo，有陣時你啲片真係好鬼九唔搭八嘅，你可唔可以爆少句粗咧？阿希煮啲嘢咁難食，唔爆粗點得啊？我煮啲嘢唔食得都睇得啊！你睇下 Lu 記，唔拍得，唔睇得，仲要唔抵得。喂，我拍啲片係一剔過，冇 NG，唔似得你哋班友仔淨係識靠剪接拍片啦。我不知道那位是誰，常上網拍攝成搭女，容貌當我醜怪，走音可怕，豬籠又入水。而我不知道誰熒幕裏，又有不了歌上網聚，自稱網絡王，出口金句。